大家好，小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教学呢是先上这个闽南语的护照闽语十句的复习，因为我们这个闽语十句都已经学完了哈。来，请小朋友呢为第一句开始念。阿婆生囝真拼咧，钱歹趁，囝细汉。天顶天公地下母公，去食歹葫芦加鲜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讲互你捌，喙手拍四角。十喙到尻川，掠杀母相加，家己在自藏，较赢看别人。日头赤爷爷，虽然顾性命。小朋友啊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看着护照啊，你会不会跟着念呢？也会不会自己背起来呢？我们要自己试试看哦，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自己背起来哈。那另外要注意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会念得不太清楚的部分啦哈。好。钱歹趁，囝细汉，趁钱啊，讨安趁，应该还好。第三句哦，这个天顶天公地下母公的部分呢，这个地下啊，有的小朋友都会念错了哈。那你念错的话，就不是说人间啦哈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讲天顶天公，就是说，我们平常是讲说上帝公上大啦哈。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家庭啊的部分呢，其实啊，这个阿姑啊，的地位很崇高。那如果是有婚嫁的喜事啊，那个大姑哦，他会出席的场合啊，他都要做大位啦哈，做大位啦哈。来，还有什么物件爱注意一下？好，来，讲互你捌，喙手拍四角啦哈，捌就是知道的意思啊哈。另外呢，第七句啊，刚刚有没有小朋友注意到“杂”不见了哦？因为呢，这个字其实要怎样闭嘴巴的字啊？结果呢，因为老师之前啊，把它怎样给它扣起来，把它圈起来之后啊，那因为它这个部分呢，这个档案没有办法接受圈起来看无啦，所以啊就不见了。十喙到尻川，那老师为什么要圈起来？因为这个台罗音标如果是 P 结尾的字呢，其实就是要闭嘴巴啦哈。来，小朋友跟着念一下，嘴巴要张开动一下。好，再念一下来念一下这一句，十喙到尻川。好，来，还有哪边比较不清楚？家己在自藏自己种一棵，较赢看别人，就不用羡慕别人了哈。好，来，日头赤硬硬，很热的意思啊哈。虽然顾性命，那其实这个性命有发音差哦。那有一些人啊，他不是讲性命，他是讲性命，不是他讲错了哦，是因为他住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念的不一样了哈。不是讲唔对啦哈。
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再念是为第一句开始念哦。来，一、两、三，开始。阿婆阿生囝真拼嘞，钱歹趁，囝细汉。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，去食歹好路加身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讲互你捌，喙手拍四角，十喙九尻川，掠杀母相加，家己在自长。较赢看别人，日头赤爷爷，虽然过性命。好，念完之后呢，我们小朋友要知道哦，就是啊，我们这10句啊，有的小朋友就说：“哎，我会背啦。”可是不知道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小朋友啊，要把它这个用到这个右边这边呐，看右边这个部分了哈。这个有解释的部分，小朋友可以看一下哈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哈？好，像如果啊，我们如果有这个有时候呢，有人问你说，为什么安呢啦？有没有？有的小朋友啊，他喜欢追根究底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也问你讲为什么？可是呢，你又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就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的话，那你要讲哪一句？这个俗谚来讲这一句话，哦，就是第6句哦，第6句。讲互你捌，喙手拍四角。那再请问小朋友一下，如果啊，我们在形容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东西的时候啊，这个小朋友讲说，哦，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个小朋友又应该就讲说应该那样那样啊，哦，好多人都出主意啊，可是出的是馊主意的话，那请问啊，用哪一句比较适合呢？哦，原来是安怎？第7句哦，第7句哦，十喙九尻川哦，就是讲说人多嘴杂的意思啊。那如果你求别人啊，哦，你拜托别人帮你做一件事情，有没有？哦，拜托啦，你哦，甲我斗3工一个去甲我买一寡物件哈，因为我破病啦哈。哦，你求他有没有？结果啊，他根本就不管你啊，伊都不爱睬你了哈。啊，你这个想说，哎呀，拜托他，还不如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倒一句？哦，有人想到无？哦，原来就是第9句啦哈。家己在自长，较赢看别人。哦，所以小朋友啊，我们这个谜语10句啊，护照的部分哈，小朋友除了要背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大概理解它的意思啊，能够应用才是最棒的啦哈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谜语4年级护照的部分呢，就上到这里哦。好，拜拜，再会。